Hello，大家好，又一個星期啦，好高興可以再為大家做免費塔羅占卜啦。咁今個禮拜就係 YouTube 影片回覆嘅，今個禮拜都異常地收到比較多嘅問題啊，咁所以可能每個問題解釋嘅時候就冇辦法可能講太耐啦，因為有陣時如果小問題我就可能抽多少少咁樣，不過我都會盡量去解答大家嘅問題嘅。咁就最近天氣又開始忽冷忽熱啦，大家都真係要保重身體啦。捱埋呢個春季開始到夏天熱翻啲時候呢，就可能比較少啲機會會感冒啊、傷風嗰啲會發生啦。咁就大家記得保重身體，撐過呢啲嘅時間啦。咁最近店主呢，就真係好忙、好忙、好忙，每一日都忙緊好多唔同嘅嘢啦。雖然冇辦法同大家講。咁就我大概望到可能4月底或者5月頭啦，就會稍微可以冇咁緊啊啲 schedule，跟住呢，我就會開始做多啲新嘅 project 啦，希望到時可以同大家見多啲面啦，接觸多啲啦，然後就將多啲正能量同埋對生活嘅憧憬期望呢去傳遞出去嘅。好啦，咁就事不宜遲啦，就開始我哋今個星期嘅免費塔羅占卜啦。咁睇下先，呢位朋友就問啦：呢一年需要注意啲乜嘢？sorry， 洗下牌停咗手。係啊，我平時會咁樣大洗一次先嘅。咁就個問題一陣再重新嚟講，唔緊要，我有 timeline 呢，你哋可以直接去跳翻想要嗰一個嘅部分，所以唔使擔心。係啊，最近呢，因為開始做 YouTube 啦，咁有時我會整啲 background music 噶嘛，咁有啲 music 呢，有陣時喺個 app 入面或者喺 Canva 入面整啦，啲音樂又好似出到嚟，但一上到 YouTube 呢，佢就即刻話你侵權咯，搞到我成條片係有陣時可能又要重新再做過啊，或者重新再錄過啊，啲音樂啊。字幕嗰啲又要再重新整過，咁都真係幾煩啊！雖然係煩嘅，但係我自己都覺得係一個挑戰同埋反思，就係其實我做啲影片，我靠我把聲音，我嘅內容係咪唔足以支撐呢？係咪真係需要有音樂去陪襯我嘅影片先至會堪稱得上值得去睇有價值呢？咁其實我自己平時日常都會開始喺呢啲所謂有抗拒嘅地方咧，會有反思嘅位置，就會不停喺度去諗究竟呢啲嘅抗拒啦，呢啲嘅阻礙啦，對我嚟講究竟真正意義或者係啲乜嘢呢？咁日常大家都可以用呢個方法去為自己做唔同嘅反思，然後去觀察，去察覺到其實當下有啲咩問題係 trap 住咗你咁樣。好，咁就洗完牌啦。好，下一條，呢一年需要注意啲乜嘢？咁就 Justin 呢11號正義牌嘅正位置啦，會好多文件上面嘅嘢要細緻啲啦，現實啲層面嚟講，睇文件要仔細啦，條款啊規則嗰啲要小心啦，跟住同人之間嘅相處都要留意公平對待咧，會唔會係太過偏袒咗一邊，或者你係被人偏袒嗰邊，或者你係被唔偏袒嗰一邊呢？如果你留意到呢啲情況嘅，就要主動啲去講出嚟，去話翻俾當事人知。如果當事人都覺得係唔會處理，或者佢其實都會冷眼相待呢啲所謂人際關係平衡上面公平嘅問題嘅話呢，咁其實你都自己意識到嗰啲工作啦，或者嗰段關係呢，其實都唔適合你繼續走落去噶啦。咁你留意到呢啲問題嘅，就盡量去voice收翻出嚟，就唔好自己收喺個心，覺得忍一忍就算。呢啲嘢呢就冇得算嘅。咁呢一年呢，就要注意呢啲嘢。好，下一條。前男朋友對我嘅諗法，佢係唔係有新對象？新對象呢啲問題呢，其實都係好 tricky 嘅。呢個新對象包唔包括埋你先？佢已經同你係前男朋友嘅角色啦，即係前度嘅位置啦。但係佢新嘅對象其實有可能係包括同你去復合呢個嘅可能性噶嘛。咁所以我諗你下次可能都唔會。其實我會幫你哋 modify 啲問題噶啦。前男友對你嘅睇法，佢係咪有新對象？呢個對象有冇機會係你呢？我暫時呢張係聖杯八嘅正位置嘅牌呢，我暫時唔覺得佢有新對象嘅，咁佢都仲被困咗喺同你之前嘅呢段前度嘅關係入面啦，都仲需要啲時間先走到出嚟嘅，但係都快噶啦。都快定唔係因為佢有新對象所以快，而係佢都放低個情商，知道自己要去 move on 咁樣咯。咁你話新對象嘅，我就覺得唔係啊。我覺得你同佢之間嘅關係都唔係處理得比較好啦。即係分手嘅時候做得唔係咁
圓滑啦。咁所以其實對對方嚟講，你嘅前男友嚟講，其實係都有冇程度嘅傷害，而佢係需要時間去療傷嘅。咁佢依家都仲喺呢個階段入面，我唔覺得佢會借新嘅對象去幫佢療呢一個嘅傷咯。咁所以就同你之間未有睇到復合啦，跟住佢都需要時間繼續去療傷嘅。好，下一條。T 最後係選擇 G 定係 S？ 咁我自己就好中意呢啲問題嘅。咁你好清楚俾到兩個 option 我都可以抽兩個牌，咁我同時可以幫你開到係咩嚟咁樣。呢個其實係一個幾唔錯嘅問法嚟嘅。T 最後係揀 G 啦定係 S 啦，咁我就會開兩張牌去睇嘅。咁 G 呢張呢就係太陽牌，不過係逆位置嚟嘅，而 S 呢張呢就係對 Hermit 隱士嘅正位置嘅牌。我覺得你呢個選擇可能係咪感情上面嘅選擇啦？我直覺覺得啦。咁如果係揀 G 嘅話呢，其實佢有卻步嘅。佢明明係好中意都好啦，但係對於 G 都係有種覺得自己襯唔起啊、配唔起啊，或者硬係會揾到啲藉口、揾到啲缺口，係覺得自己同個 T 同 G 覺得係唔夾啊。咁所以其實佢係會撳低咗自己嘅諗法喺呢段關係入面啦。咁所以其實佢想揀 G，但係未必會揀到嘅。而至於 S 咧，就係隱士牌啦，係一種好心靈支持嘅伴侶嚟㗎。即係有啲唔使講、唔使出聲嘅話，其實喺隔離都已經覺得好舒服啊，好唔使煩嘅一個嘅位置咯。咁所以如果因為你冇講啦，但係我覺得係問情侶感情關係嘅話咧，其實係 T 係傾向想同 G 一齊多啲嘅，因為喺合契度啦、合拍上面嚟講啦，G 好似同自己會比較舒服啲。但係 S 嚟講咧，又覺得喺心靈嘅層面滿足到喎。咁所以最後要點樣揀呢？我再攞多張先。呢張呢係寶劍侍者逆位置啦。如果佢係正位置嘅話，其實係好衝動地跟咗自己直覺去走嘅。咁我覺得會思考都比較一段時間啦，唔耐嘅，都會諗一諗啦。究竟其實自己心入面最想要一個點樣嘅對象而去揀，到底係一個冇信心去接近嘅 G 對象啦，抑或是其實同自己內心好合契嘅 S 對象呢？嗰個對象呢會俾到你，即係所謂嘅 T 啦，係一個圓滿穩定狀態，即係都近似一個家庭式嘅狀態嘅憧憬嘅感覺嘅對象咯。咁所以你可以睇下究竟 G 定係 S 會俾到呢一個嘅感受你，咁嗰個對象就會係最終揀嘅嗰個人嚟㗎啦。今日啲牌好似怪怪地咁嘅，我隻眼又唔舒服。好，下一條，王對我嘅感情是怎樣的？阿王對你嘅感情係點嘅呢？呢張係寶劍皇后嘅逆位置，都幾唔會去思考究竟自己中意你啲乜嘢，或者點解去中意，甚至乎都唔會去計劃呢段關係嘅將來會係點，只係跟住自己嘅直覺或者嘅衝動，會喺呢段關係入面做所有嘅決定咯。咁我唔覺得帶有一個好重嘅感情成分喺入面，即係唔係出於愛或者基於愛而去想同你一齊，或者去 keep 呢段關係保持落去咯，而係真係純粹一啲直覺嘅反應啦，或者可能一啲思想上面嘅反射啦，覺得因為做咗咁嘅選擇，所以之後就要咁樣，之後就要咁樣，係一個接住落嘅一個嘅聯繫咯。但係就唔係因為出於感情而想呢段關係有啲咩嘅發展同埋進展，同埋都幾衝動啊！我覺得佢個人做嘢唔係好睇未來同將來，咁所以佢對你嘅感情或者呢段關係嘅睇法就係冇諗到將來嘅嘢，亦都唔係佢能力範圍可以諗得到嘅嘢。咁所以如果你係想尋求一個遙遠一直拍拖落去終身嘅伴侶嘅，咁暫時呢個阿王呢，對你嚟講唔係一個好合適嘅選擇。呢張係寶劍皇后，但係你又會呢張，sorry 唔係寶劍，呢張係聖杯皇后牌，但係你又會唔捨得放唔低佢喎，即係有種媽媽睇住個小朋友，其實應該要放手俾佢長大，但係你又唔捨得佢挫折挫敗，又覺得嗰種母愛泛濫，好想去 take care 照顧佢，幫助佢去完成某啲嘅使命，或者完成到某啲嘢，而將自己放咗喺感情關係入面一個其實都幾唔理想嘅位置啊，係俾嗰個對方去控制咗呢段關係，你應該係做啲乜嘢，但係其實你都有選擇權㗎嘛。但係你就跌咗落佢嘅思想陷阱入面咯。其實佢對呢個關係冇乜太多嘅想法，但係你反而就覺得
可憐佢啊，好可惜佢啊，好想陪伴佢，好想去幫助佢。呢種母愛嘅泛濫就令到你跌咗入呢個嘅感情嘅漩渦咯。但係我自己就覺得呢個對象目前啦，佢嘅狀態唔係好適合你啊，咁所以天時地利人和地咁啱呢個時候遇着到佢咯。因為呢張係命運之輪嘅正位字牌，咁既然都抽到3張，我都睇唔到好關鍵性會發展嘅發展嘅位置啦。你哋咪識咗有一段時間呢，有種兩小無猜、好童真嘅狀況，即係嗰種天真無邪，即係呢個對方啦，就其實佢諗嘢都幾唔經大腦，或者唔會好思考好多嘢，但係相對地佢呢個嘅反應係好直接、好單純嘅，而呢種單純嘅美好嘅回應啦，又好似好 trap 到你作為一個母親或者照顧者嘅嗰種責任感同埋使命，而令到你就會覺得好似暫時放唔低佢，加上命運之輪又出現啦，咁所以我覺得係咁啱所有天時地利夾好，佢要嚟到你嘅身邊，雙方都要喺呢個嘅認識過程入面有學習嘅嘢咯。但係就你話學完之後呢，你就會因為覺得太大壓力啦、太辛苦啦，唔想再湊呢個小朋友啦，跟住呢段關係就自自然然會分開咗噶啦。咁我就覺得唔需要花太多精力去投入呢段關係咯。暫時嚟睇嘅話，好，下一條。F 應該要揀 L 先生定 T 先生 ？F 應該要揀 L 或者係 T 先生 ，L、T 先生 ，L 同埋 T。哇！呢啲就我通常唔會咁樣去猶豫呢，係因為佢冇好決定性，有一張牌係指明一定要揀某個對象。呢個時候呢，我就會去諗其實呢兩個對象可能都唔適合你，即係 F 啦，F 可能都唔適合 F。但係因為你始終係問二揀一啦，所以我點都要喺牌入面去揾到啲線索，去話俾你知，真係得呢兩個選擇嘅，你會點樣揀？咁但係F 如果揀 L 嘅話，係寶劍四嘅逆位置啦，都唔容易嘅關係嚟㗎，會比較多風浪唔平穩啦，人生會喺關係上面都遇到好多嘅唔同挑戰同埋嗌霎，即係吵架啦咁樣。但相對如果係揀 T 先生嘅話呢， T 先生係一個都幾有規劃性啦，有遠景啦，同埋係有保障嘅人嚟嘅，即係佢T 先生都係一個會有計劃啦，都幾周詳啦，相對地啦，咁所以就究竟你想揀一個係有趣啲嘅人生啦，抑或是想揀一個安穩啲嘅人生呢？如果想要安穩啲嘅人生，可以揀 T 先生啦；如果想要有趣生動啲嘅未來嘅話，就可以揀 L 先生咁樣啦。咁至於呢兩個係咪都係命定嘅人呢？有冇命定嘅人？就都唔係啦，好明顯，即係一開始我直覺都話俾我知呢兩個都唔係命定嘅人，咁所以你睇下會唔會再有其他人想問咯？你下次可以再問嘅。但係如果你真係硬要喺兩個人入面揀一個嘅話呢，sorry 啊，你呢條其實係冇問感情嘅，純粹係問揀 L 先生定 T 先生。咁你自己對號入咗翻啦，因為我唔知係講關於工作啊，或者可能請人啊，任何可能性都有嘅。頭先我就用咗感情嘅面向去睇啦，咁你就自己對號入咗翻我頭先講嘅內容就可以啦。咁so far 如果真係感情面向嘅，就兩個都唔適合噶啦。暫時呢一刻睇兩個都唔適合，你可能再揾其他對象再去問下我啦。好，下一條。X 目前對我嘅睇法，你嘅睇法係咪感情啊？呢度大家有可能冇乖乖地聽晒我平時做嗰啲大眾占卜，有陣時每條題目都會去講解一下，其實點樣問會比較好。X 目前對我嘅睇法啦，冇講邊個範疇啦，咁所以都唔知啦，盡量講啦。寶劍九嘅逆位置，佢對你嘅睇法啊，我攞多張先，因為呢張牌咧係壓抑牌，但係佢到位置，即係逆位置嘅話咧，其實係掃走晒啲煩惱。究竟係希望同你呢段關係掃走煩惱，抑或是其實你係幫佢掃走煩惱嗰個人呢？呢張係愚者牌0號逆位置，我覺得你係帶煩惱俾佢嗰個人嚟嘅。攞多張先。聖杯9啊！哇！呢個位真係唔好意思，我再攞多張，因為呢太多可能性嘅解讀啦。呢3張牌如果咁樣連住去睇嘅話，錢幣2係講緊平衡啦，公司生活上面。
咁就對你嘅睇法啦，我會集中下佢點樣去睇你啦。佢會覺得你係一個處事都幾周詳圓滑，好知道自己想要唔要啲乜嘢，所以係好平衡到公司生活嘅一個人嚟嘅。但係有陣時就作繭自綁啦，即係會俾過去一啲失敗嘅經驗去困住咗自己，以為自己永遠都淨係可以喺個圈子，而亦都冇意識到原來自己係其實可以有能力跳出嚟，同埋嗰個圈子其實都唔適合你自己。其實佢望住你，佢望到你係一個咁樣嘅狀態咯。所以其實佢如果作為一個上司嘅，佢應該係去鼓勵你去嘗試更加多唔同嘅挑戰，去挑戰自己，做更加多唔同嘅 task 同埋係任務俾自己去成長咯。但係就佢見到你就係原地踏步啦，唔肯向前啦，有機會都唔去爭取啦，淨係覺得勞勞役役過到依家安穩嘅生活，得過且過就算啦。咁呢個就係佢對你嘅睇法咯。如果你係有感情層面嘅睇法嘅，咁佢都覺得你一個人過得好快樂啊，好似都唔需要另外一個 partner，更加唔會對你有感情嘅元素喺呢段關係入面。咁所以你問 X 對你目前嘅睇法啦，感情我就唔覺得佢會中意你咯，或者係咪一個合適嘅人選，我都睇唔到任何嘅元素喺呢啲牌入面啦。咁所以係啦，下次問嘅時候可以嘗試講清楚啲啦。雖然我都盡力會幫大家去解。下一條出 pool 建議，其實咧有陣時咧落 YouTube 啦，我發現大家啲問題好多都相似咧，我唔知道點樣去話翻俾你知嗰條問題係屬於你嘅。即係我解嘅時候係諗住你嗰個嘅 account 嘅代表人物去解㗎嘛。咁就係咯，大家有冇啲咩建議可以留言話翻俾我知。出 pool 建議，星星希望牌仲係正位置喎。Whatever time 你已經可以出到 pool 噶咯喎，你擔心緊啲乜嘢啊？再攞多張先，星星牌係一張好正能量嘅牌嚟嘅。哇！呢張係力量牌，都係正位置嚟噶喎。你呢個問題係咪攞嚟晒命㗎？係啊，有啲咩出 pool 建議啊？我擔心自己冇能力出 pool 啊。但係其實 Ida 一張牌都話唔係啊，你好受歡迎啊，你隨時隨地都可以揾到一個對象去開展你嘅關係啊，你冇嘢需要擔心啊。亦都覺得你係好有自信，對未來好有希望，想要嘅嘢隨時都會得到嘅咁樣一個特質嘅人嚟㗎。咁所以我自己啦就會覺得你喺度晒緊命啦。係啦，咁所以就出 pool 建議就係冇啦，中意就去啦，睇啱就去啦，睇啱就揀啦，就唔好等咯，即係主動啲去完成咗呢件事，去initiate 咗呢段關係佢，咁你就可以成功出 pool 噶啦，唔需要擔心，冇嘢可以擔心。好，下一條，其他人對我嘅睇法。咁呢張係 Emperor 嘅逆位置啊！你係一個好中意挑戰權威嘅人嚟嘅喎，咁當然前提係你好有能力知道個制度係點樣玩，同埋佢嘅漏洞，所以你就識得點樣去挑戰佢咯。其他人就會覺得你好勇敢啦。點解？假設啦，如果係學校長狀態嘅話，老師講嘅嘢明明大家都要去跟嘅，但係唯獨你可以揾到老師嘅一啲反論嘅位置，跟住去攻破佢，然後令到個老師可能都係都冇諗過會咁咧，你就會喺其他人眼中係一個咁樣嘅存在。哇！呢張我有冇講呢張係皇帝牌4號逆位置？呢張係5號 Hierophant 嘅逆位置。你都係嗰個破格啦、反傳統啦、好有自己思想，亦都係好 lead 住其他人向前走嘅一個人嚟嘅。呢個係你嘅特質啦。當然，如果你喺社會上面嚟講，都可能被視為一個嘅破壞者啦，或者唔係反社會人格嘅，但係你可以傾向嗰種嘅心態啊，嗰種嘅心態唔係嗰種態度。即係我簡單啲想説明到俾你明白，就會係傾向咁樣嘅狀態咯。咁所以大家，我覺得你係一個被羨慕嘅人嚟嘅。如果你有能力去反抗其他人嘅話，即係代表你內心有一種勇氣同埋堅定，你先至可以做得出呢啲嘢。你係做緊其他人都唔敢去做，但係又好想做嘅嘢。咁我就覺得呢啲係其他人對你嘅睇法嚟。其實好羨慕你，因為兩張都係皇帝，都係好有權威嘅牌嚟嘅。而你有呢個勇氣去反呢啲權威嘅話，其實係好值得欣賞、好敬佩嘅一個咁樣嘅人嚟。先好，下一題，近排人緣點樣？
就權杖三啦，正位置嚟嘅，方向好好啊！你似乎係大家嘅表表者，做緊大家嘅領航人，即係反而你走得越前，攞得越多嘅成功啦，或者個方向已經個進度去到好前嘅話，你會 lead 住其他人都想跟住你嗰個方向去走，你係其他人嘅一個嘅領航啦，即係嗰個燈插嗰盞燈咧。香港有間補習社叫尊尼，佢嗰個 logo 都係咁樣嘅，帶領住大家去向前咁樣嘅一個嘅感覺，所以我覺得你人緣係幾好嘅，唔錯嘅。如果你想去起動某啲嘢、某啲活動、某啲計劃嘅，其實好多人都會跟隨你一齊去學習同埋去做咯。咁係人緣唔錯，所以我覺得唔需要擔心嘅。或者你真係要擔心嘅就係驚自己對未來嘅睇法唔夠堅定啦，或者冇一個好明確嘅信心，一個嘅目標，你就有時會去 judge 自己係咪真係有能力去帶領其他人繼續向前行呢？或者係咪一個值得信任嘅對象呢？但係整體人員係唔錯嘅，大家都會願意去跟隨你。有啲似一個意見領袖噶啦，其實或者可能係學校嘅班長啊，學嗰啲咩學生會會長嗰啲嘅感覺嚟嘅，所以冇問題，唔需要擔心。好，下一條 C 對我嘅想法，咁就唔知邊個啦，純粹想要想法啫。咁就錢幣四逆位置啦，對你嘅諗法啦，佢希望你跳出 comfort zone 啫喎，離開你嘅舒適圈啦，唔好再留喺呢個位啦，好似好大材小用，唔適合你啊！你再咁樣保守落去，對你自己本身都唔會有任何嘅益處咯。跟住仲有錢幣九啦，佢希望你更加去追尋你自我、你嘅理想同埋你嘅人生咯。即係你自己可能都有察覺，但係旁人更加望你嘅時候，佢就會覺得你鬱鬱寡歡、有志難伸。明明應該做自己更加中意嘅嘢，去享受自己生活嘅，但係點解要甘願屈就咗喺社會嘅條件之下去做依家眼前嘅嘢呢？有一種咁樣嘅感覺，嗰個人望你係嗰個人望你，唔係純粹係塔羅牌咁樣講。同埋佢都覺得你俾太多壓力自己啦，有啲完美主義嘅傾向啦，權杖九嘅逆位置，有時有啲責任啊，有啲重擔，你真係唔關你事嘅，知道你有能力都好啦，唔需要為佢哋承擔，翻去自己嘅內在，你想追求啲乜嘢，你想做啲乜嘢，應該跟住嗰個聲音去做，然後去打破晒所有嘢，唔好再俾依家嘅環境啊，所謂外在嘅環境去困住咗你真正想做嘅嘢咯。呢個係佢話俾你知㗎，即係佢望住你都見到你係一個咁樣嘅狀態。當然啦，佢知道你心入面有啲猶豫嘅位，有啲不安嘅位，有啲都去理解你內心嘅焦慮同埋擔憂啊。但係佢都想鼓勵你去尋找翻你嘅自己。月亮牌逆位置，做翻你自己想做嘅嘢，佢會好為你高興，因為只要你做，佢認為只要你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其實你就邁向成功好接近。即使你有好多不安焦慮咧，好多責任啦，或者有好多對未來嘅唔確定都好啦，但係佢相信只要你係跟住自己內心去走，做想做嘅嘢嘅話，呢啲所有嘅問題都係可以迎刃而解嘅。我覺得佢係一個都俾到幾多自信心同埋信任你嘅一個人啦，所以我覺得可以聽下佢嘅意見啦，順便就諗下自己其實係想做啲乜嘢嘅。好，下一條。一樣給我一些建議，我覺得佢應該係上次都有問過，就咁話想要啲建議，所以今個禮拜都一樣就問給我一些建議咁樣。錢幣三啦，需要同人合作啦，唔好自己一個人去諗解決方法啦，主動啲去尋求幫助或者團隊嘅支持。咁就有啲慾望呢，佢話唔切實際啊，不切實際嘅嘢呢，就放低佢或者扭轉佢，嘗試用一個新嘅態度去取締咗舊時嗰啲唔合適嘅事情嘅話，再加上其他人嘅幫手同埋建議一齊去完成你需要去完成嘅事，用一個新嘅方法形式去完成你本來想做嘅嗰件事情。我舊有嘅方法唔啱噶啦，你要放低佢噶啦。當你抱住呢個心態，有自信地去跟隨新嘅自己嘅態度嘅話，其實事情可以得到解決。錢幣三啦，跟住惡魔牌逆位置啦，同埋7號戰車牌嘅正位置，所以我覺得你可能有啲嘢喺度擔心緊，唔知道點樣去解決嘅話，就去問其他人意見啦。問完之後呢，就可以去思考翻，咦，佢同我以前諗嘅嘢好似有好多嘅反差落差喎。咁你就知道原來舊時嘅其實都唔 work 噶啦，即係唔為你運作服務噶啦。咁你就可以帶住信心啦去
信任一啲新嘅意見，再加埋自己對未來一啲新嘅睇法咧，就可以順利幫到你嘅事情得到解決，或者可以更加順利啦。好，下一條，跟君在未來3個月可以突破現在斷聯關係嗎？國語。好，謝謝你。就是未來3個月可以跟他有所進展有發展嗎？目前看是沒有哦，就是寶劍1號的逆位置，就是沒有這個想法，對方完全沒有想跟你聯絡的想法。可是原因是為什麼呢？他現在這是12號的吊人牌正位置，現在他是在一個人在想到底感情關係或者生活上不同的面上對他來講是什麼，他掉進了一個自我反思或者懷疑的期間，所以他現在就沒有顧慮或是考慮太多其他人對他的愛意啊，或者是感情關係的問題，比較傾向是放那個重心在自己身上，所以就最近3個月都比較困難跟他可以突破現在的關係，然後還是要等候比較後來的時機點，看有沒有機會他走出來或者他想通的時候就會找你，或者你再去找他這樣子。因為這個權杖2就不是一個合適的時機去有任何進一步的發展。對，感情方面都比較不太建議，這是聖杯2的逆位置，所以就現在不適合有任何的行動或者想法或者突破這樣子的想法在你身上，所以就讓時間去過一下，就讓那個時間去對淡化一下那個狀態，然後可能在3個月之後再來問問看可以做什麼來挽回這段關係。目前還是看不到有任何的機會，這是錢幣1的逆位置。對，把你的生活的中心放回在你想做的事情上面，而不是這個人或者這段關係上面。現在是目前真的看不到任何的改變，或者未來有一些轉機的機會會出現，所以就暫時放下它吧，不要再去想吧，就想一下，就那個重心放回自己的生活上面吧。對，謝謝你。好，下一條，我今年會幾月去旅行？依家係幾月啦？2月28號啦，就嚟3月至12月咯。睇先，哇，有啲問水噃。呢張錢幣皇后嘅逆位置嘅牌啦，如果佢正位置，其實都富足豐裕，有足夠嘅時間、體力同埋資源去支持你去旅行嘅。但係佢逆位置啊，我感覺你今年會比較身體上面會出咗狀況，令到你唔容易有機會去到旅行啊。我睇下，再睇下係咩原因先。咁就係聖杯嘅侍者牌啦。聖杯侍者牌係一個好初心、好單純嘅感覺嚟噶噃。跟住就寶劍2嘅逆位置啦。今年如果係計劃去旅行嘅話，有太多衝動性嘅想法同埋情緒去主導咗你去實行嗰個旅行，變咗冇考慮太多實際嘅因素，或者你自己身體嘅狀況，而勉強因為某個嘅承諾而去嘅話呢，嗰個旅行都唔會開心，或者可能最後都會去唔成嘅。咁所以呢度俾你去旅行嘅建議就係真係顧好咗自己嘅狀態先咯。可能你會覺得我工作上面已經做到咁忙碌啦，去個旅行獎勵下自己都好啊。定係反而你已經工作咁忙碌啦，你仲勉強自己去旅行，其實係對你嚟講係得唔到真正嘅休息咯。咁所以變咗唔好輕易去承諾其他人話一時興起話去旅行，跟住好啊去，跟住就覺得好似落咗個承諾就一定要去兌現，甚至乎到兌現嗰刻嘅時候，發現自己其實可能工作真係忙到身體都攰到支撐唔到，仲要勉強自己去配合其他人去旅行嘅話，其實成件事情係得不償失嘅。咁所以你問今年有冇機會去旅行嘅，我反而建議你今年唔好去旅行，而係做多啲令到自己可以放鬆，完全可以放鬆到嘅活動咯，唔一定要借旅行或者可能去買嘢去發泄呢啲嘅方法，而係真係留翻喺你而家嘅地方去放鬆啲、輕鬆啲、慢翻啲嘅節奏，去調理好自己成個人嘅狀態先咯。
好，下一條，點解咁耐都未遇到中意嘅人？你中意嘅人係咪？The Empress，佢呢度出咗一張女王嘅牌啦，3號逆位置咧，其實見到你唔係好信任其他人啊。其實你有能力隨時去建立到 build up 到一段 relationship， 但係你就好唔信任究竟關係可以帶到啲乜嘢俾你，咁變咗你唔信任關係呢樣嘢本身嘅時候，咁其實你顯化唔到、創造唔到出嚟嘅。咁所以本質上面啦，我覺得你內心係需要有啲情感、有啲想法，或者過去有啲唔開心嘅經歷，你要係消化咗佢先咯，先可以真真正正俾你去投入一段你想要嘅關係入面。其實依家 anytime 你都可以揾到一個啱你嘅對象㗎，但係揾到之後你就又會有好多過去嘅挫折啦，又浮現翻出嚟啦，去打斷你要去繼續去發展呢段關係，然後就話俾你知你唔得㗎啦，你睇下你過去係點，就舉咗好多嘅失敗嘅例證去引證你其實唔適合去有一段關係，但係其實呢啲引證都係你自己內心嘅問題嚟嘅，你自己都係唔信任自己有能力去有關係，去擁有一段關係嘅一個嘅藉口咯，我覺得。咁所以你自己都可以反思下過去到底發生過啲咩事，令到你對感情係失去咗熱情同埋嗰種衝勁，嗰種一見鍾情嘅感覺，而令到你點解會考慮咁多、顧慮咁多，都明明有條件都唔去馬呢？咁樣呢個就交翻俾你自己去諗翻啦，嗰個問題。好，下一條，我嘅男仔曖昧對象 C。佢嘅再一次表白會係幾時，或者定係佢會選擇慢慢放棄？OK， 我再 read 翻呢條問題啊。佢同個男仔啦，咁就有曖昧嘅對象係叫阿 C 啦。究竟佢會唔會有機會再同你再表白一次啊？因為其實佢都唔表白啦，佢會直接去放棄咗呢段關係呢？放心啦，來日方長，佢一定會同你再表白嘅。今年內啦，時間有啲長嘅，但係我覺得佢會同你再表白。呢張係錢幣國王嘅牌，係一張睇好遙遠嘅將來，好有計劃性啦，同埋係好細水長流，好計劃得好詳盡、好沉實穩重嘅一張牌嚟嘅。咁所以我覺得佢首先咧唔會放棄嘅，一定唔會放棄。可以話俾你知，你就慢慢俾多啲耐性去等待佢準備好一個完美嘅時機去同你再次去表達佢心中嘅愛意嘅時候，你自己啦就真係要好好把握個機會啦，因為佢做咗咁多功夫地去重新去表達佢對你嘅愛意，你嗰下都唔去接受嘅話呢，咁佢就好大機會就真係會徹底失敗啦。冇錯，錢幣八啦，一個係嘅學習嘅過程嚟嘅，佢其實都喺感情上面嘅經驗啦，或者我覺得話唔係好豐富，唔係好成熟啦，咁所以其實佢都好努力地去思考到底佢可以俾到一個點樣嘅承諾你，或者喺呢段關係佢可以做一個咩角色嘅責任去滿足得到你，或者令到你開心快樂呢。佢考慮好多好多現實層面同埋同你之間未來嘅嘢，咁所以我覺得你俾耐性去等待佢去重新表白都係一件唔錯嘅事嚟嘅。咁但係至少係話俾你知佢呢一刻係一定唔會放棄先啦，咁你就可以期待下，等待下今年內嘅某個時刻，佢會再重新同你講呢件事情啦。祝福你。好，下一條，應唔應該搬屋？如果唔搬屋會發生咩事？應唔應該搬屋呢？應該啊，即刻啦，盡快啊，而且搬咗之後運氣會更加好啊。咁你顧慮會發生咩事？可能係顧慮有啲壞事發生啊。Sorry 啊，呢個係權杖六啊，呢個就係聖杯嘅騎士牌啊。搬完之後有咩壞事發生啊？你會掛住舊嗰間屋嘅生活環境咯，你會覺得好似舊時嘅地點啊，或者嗰個位會方便啲啊，或者可能有好多回憶啊，都喺舊屋嗰度。哇，3張都係騎士牌，呢張唔係，呢張權杖六唔係啦，但係佢都係有騎士嘅意味喺度。咁就冇啦，一定係搬噶啦。搬咗之後，你哋所有人嘅嘢都會運勢啦，或者你用運勢去概括啦，所有嘢都會轉咗向一個好嘅方向去發展啦。但係同時就因為呢個決定搬嘅決定做得太倉促嘅話，有時冇得考慮太多嘢，或者感受上面都未可以轉換到嗰個感覺嘅時候，就會有啲掛住舊時嘅狀態咯。但係我覺得呢個狀態係可以適應嘅，咁所以就
係啦，你會發現自己生活會過得越嚟越好嘅，咁所以我都建議越快搬越好啦。咁至少轉咗個運勢先，慢慢轉咗，跟住再耐心去處理埋對舊時嘅嗰種執着或者放唔低嘅感覺或者事情個狀態啦，跟住就會慢慢發現所有嘢吞好咗之後呢，你就會唔記得咗舊時嘅嘢噶啦。咁所以其實搬屋我暫時淨係見到好處，睇唔到壞處嘅，咁所以就唔需要擔心。好，下一條。我喺幾月左右會收到 offer，即係可能見咗工啦，或者可能見咗學校啦。究竟大概幾時會收到 offer 呢？快㗎啦，快啊！1個禮拜1個月啦，遲極都，因為呢張係前輩嘅侍者牌，好快就會有消息㗎啦，放心啦。呢個係一個好消息嚟嘅，你自己可能諗定究竟要唔要 take 個 offer 仲好。King of Boss，咦？但係 offer 嚟咗，你又點解冇興趣呢？呢個係權杖嘅國王牌喎，個 offer 俾咗你咯，好快地俾咗你咯，但係你就冇興趣啊，因為你有其他想做嘅嘢係咪啊？真係喎，聖杯7嘅選擇，即係可能你會因為呢個 offer 究竟成唔成功而去考慮做其他嘢，咁你就擔心緊，如果呢個 offer 嚟咗或者唔嚟嘅時候，你之後嘅嘢會點樣去打算呢？咁呢個 offer 好快會嚟㗎啦，但係都因為聖杯7都睇翻你自己內心好多掙扎，好多嘅選擇。係咯，睇翻你自己中意啲咩啦。個 offer 好快會嚟嘅，放心。但係感覺你唔係好想要呢個工作，但係又無可奈何地其他嘢未 settle 到，或者你一個最理想嘅答案你未攞到嗰個最理想嘅答案，但係近啲有個水泡嘅答案攞住先啦，都好似唔錯。但係你又唔係好中意呢個答案喎，咁成個成個循環喺度轉嚟轉去，究竟點算好呢？咁冇辦法啦，都係問翻你自己啦。究竟最想要嘅嗰個答案係啲乜嘢？去揀翻嗰個答案就得啦。咁總之回應翻你嘅問題，幾月左右會收到 offer 呢？一個禮拜至1個月內就會收到啦。但係你就要自己諗下，究竟想要一個點樣嘅答案啦。好，下一條 K 是緩緩的，還是想認真跟我發展？哇！呢我成日覺得抽到呢啲牌呢，首先呢張係權杖7嘅逆位置，佢係正位置呢，我都會話佢心思好堅定，係想同你一齊嘅。但係佢逆位置呢，就似乎認真入面又帶咗啲唔認真嘅成分喺度，咁所以玩。所謂玩弄感情啦，或者可能純粹要一段輕鬆啲嘅感情啦，我又覺得佢未係去到呢個地步，但係佢係咪真係完完全全認真地想同你發展呢？我又睇唔到，佢自己本身都好浮啊個人。我唔知係咪有印象啦，我成日同你抽嘅牌呢，都有第三者嘅牌喺度嘅，點解？聖杯3嘅逆位置喎，你哋之間嘅關係就硬係有個人夾住喺度，硬係有其他人夾住咗喺度，唔係好順利地兩情相悅地去發展喎。其實係因為你本身中意嘅對象都唔係一個純關係嘅人，定係點啊？咁呢個方面我就唔去深究太多啦。但係就聖杯10嘅逆位置，不如咁樣講啦，簡單啲一句，呢個人唔適合你，咁樣會唔會好答到你啲啊？K 係玩玩的定係認真同我發展？我覺得都唔好咯，純粹你直情放棄呢個人咯。我覺得簡單啲嚟講，因為要咁樣解呢，我覺得扯到太多你內在嘅嘢出嚟，或者可能你未必想喺度咁樣分享。但係我總之簡單一句就呢個人唔適合你發展，都唔使去諗啦。你下次都唔需要再問呢個人啦。我覺得唔係一個適合你嘅對象，同埋會有好多麻煩事會發生。比較唔好負面嘅嘢，如果你同佢繼續糾纏落去，會發生啦。所以我覺得你小心啲啦，小心啲呢個人啦。如果冇乜必要，都唔好同佢發展啦。下一條2026年要學習嘅課題，好開心啊！今日啲牌就嚟抽晒咁滯啦，即係代表多問題問，係一張
聖杯國王嘅牌啦。2026年呢，要學習嘅就係令到自己情緒更加穩定、更加穩重、更加唔容易被其他事物去動搖到，面不改容地去面對任何嘅事情。唔係叫你冷血，叫你冷淡，去唔睇所有嘢，而係用一個更加平和平靜嘅心態去看待唔同嘅事情發生。就算係好嘅事、唔好嘅事，你都係可以用一個平靜嘅方法去處理。冇話開心好嘅事就淨係開心，唔好嘅事就淨係傷心，而係都係同一個態度去睇所有嘅事情咯。呢個係你2026年要學嘅課題，關於感受性啊、情緒上面嘅嘢，同埋就都習慣啦，要開始去學習就唔好俾一啲唔好嘅嘢一直去勾住咗你自己，走唔到出嚟咯。咁所以點解連繫翻個課題就係要學習情緒上面嘅穩定性咯。我覺得呢個答案好直接啊。咁都係一個幾大嘅課題，唔容易。始終抽咗國王嘅聖杯牌出嚟，咁就慢慢去啦。我覺得唔急得嘅，因為要扭轉嘅係好多你本身內在一啲限制嘅信念。要真係扭轉咗某啲嘅信念啦，有一個新嘅出發，新一個嘅視覺點去睇呢個世界，你先知道你嘅感情嘅着眼點或者個着落位應該會喺咩位置去睇其他嘅事情發生，而幫助你點樣建立一個更加穩定嘅情緒咯。咁呢件事情係複雜嘅，同埋都唔需要急嘅，慢慢嚟就得。你自己放喺心入面，知道要有一個咁樣嘅課題就可以啦。好，下一條，現在的工作。好，現在嘅工作做得好好啊，好穩定啊！呢種係壞習慣，我應該講咗個牌名先。聖杯4嘅正位置，依家嘅工作做得好穩定嘅，好好嘅，亦都唔使煩太多嘢嘅。但係呢，當有一樣嘢唔使煩太穩定嘅時候呢，人類呢就好自然喺入面再去揾啲煩惱出嚟㗎啦。咁你就會心思思覺得呢份工作好無聊喎，有冇其他嘢更加啱我自己做啊？我係咪真係一世都要係咁啊？就會陷入咗呢一種尋求刺激嘅模式入面啊！但係呢，你又有啲傾向犧牲主義嘅，即係如果呢份工作只要有一日仲需要你去幫手，仲係俾到一啲滿足感你嘅，其實你都唔輕易去離開嘅。咁所以就依家嘅工作不過不失啦，都會做比較一段時間嘅，但係睇你自己有冇個勇氣出去挑戰其他，去冒險下啦。因為Temperance 啦、節制牌啦，同埋呢張聖杯4咧，都係講緊要尋求一啲新嘅解決方法同埋新嘅路徑。咁如果你真係覺得自己有志難伸嘅，想幫助更加多嘅人去解決煩惱嘅，咁就真係建議你跳出去再揾其他工啦。但係如果你都覺得我都係死守喺呢個位就得啦，我已經滿足嘅話，咁就 OK fine，呢份工作係可以一直做落去，冇乜太大嘅問題。好，下一條，最近期，佢真係俾呢4個字我估應該問運勢啦。寶劍國王牌嘅逆位置啦，最近呢會諗太多啦，俾好多事情去煩擾你啦，唔係你嘅想法，唔係你嘅價值觀啦，都會喺度擾亂緊你點樣去做一個決定，而好多時就會受到騷擾，自己個軸心唔穩陣嘅話呢，就會做咗一啲比較錯誤或者唔係好合適嘅決定啦。咁所以好多時都要冷眼看待其他人對你嘅期望嘅想法啦，問翻自己內心真正去做呢個決定嘅關鍵位或者關鍵字係基於啲乜嘢而去做呢個決定呢？當你冇忘記呢件事嘅時候，你就唔會俾其他人去主導咗你嘅選擇，就唔會有其他嘅煩惱去衍生出嚟啦。呢個煩惱就係因為想納入更加多其他人嘅意見，去成就所有人都有一個 win-win situation 嘅狀況出現嘛。咁但係有時就係冇咁理想嘅狀況，唔係成日都會發生得到。咁所以你就要自己去思考翻你嘅軸心，你嘅信念究竟係啲乜嘢咯？係啦，就唔好衝動啦。呢張係權杖嘅使者牌，就係你做決定嘅時候唔好衝動啦，就係咁。好，下一條，啱啱見到曾經中意過嘅同學，佢對我有啲咩反應？即係點樣諗啊？撞到你咁，你又點樣諗對方啊？魔術師又冇啊，過咗去噶啦，都唔覺得會同你再有任何發展啊。會緬懷下，突然之間諗翻起過去嘅事嘅，但係又唔覺得嗰啲事情會令到佢覺得後悔啊，想同你復合啊，或者可能有啲任何嘅可能發生咯。對佢嚟講，即係純粹望翻舊時嘅回憶嘅一種嘅感覺。
有冇感情發展呢？冇啊，佢反而唔想同你有太多嘅瓜葛添。過去係咪可能分開得唔係咁好，或者可能結束得有啲奇怪，而令到佢對你其實都冇乜太多嘅好感。咁所以就係咯，佢對你嘅反應就係冇反應，亦都唔會再有任何更加多嘅反應。好，下一條，下一任男朋友嘅特徵同埋幾時會遇得到？下一任男朋友呢係你嘅舊人嚟嘅，即係已經認識啦，或者分咗手啦，你嘅前度啦都有可能。總之係一個已經認識嘅人嚟㗎啦，曾經互相表白過啦，但係可能發展過，定係有放棄過，或者表白過，定係冇繼續發展落去呢類嘅狀況都可以啦。總之係一個你認識嘅人嚟嘅。但係當真係互相去了解嗰個人嘅時候，又發現有啲價值觀嘅位真係好傾唔埋喎。點解明明好似有啲位應該係好夾嘅，但係當相處做決定嘅時候，又會有啲位好睇唔順眼嘅咁樣嘅一個人，會係你下一任嘅男朋友？呢個係佢嘅特徵嚟。同埋佢都幾孤僻啊，有陣時好中意自己一個人，唔中意去團體嘅活動啦，咁所以都比較難相處嘅一個人嚟嘅，我自己覺得。但係就可能偏偏呢種高傲啊、冷漠啊，吸引咗你想去同佢發展之類嘅嘢啦。咁你可以自己去回顧翻，究竟過去認識嘅人有冇呢啲嘅例子喺度。好，下一條。入恒生大學嘅機會大啲定係 MU， 即係都會大學啦，恒大同埋 MU， 同埋適合讀咩科？我開咗嗰兩個先。哇，咁入恒生大學呢，就係張錢幣10億位置嘅牌嚟嘅，會有 offer， 會有你想讀嘅科目，但係個經濟能力會好吃力。或者可能去返學嘅路程啊，個經濟成本上面會俾咗好大壓力你覺得未必係承擔得到。而去都會大學 MU 嘅話呢，讀一科可能你唔係太中意嘅科，而且會越讀越辛苦同埋好大壓力。咁所以都睇下先，每一科都適合讀啲咩呢？咁其實好坦白講啦，你中意嘅科目就喺恒生大學入面嘅，但係就可能真係經濟條件啊，或者其他嘅資源都唔係好 support，或者可能你嘅成績都唔係好 support 到你去讀嗰一科。即使喺恒生嗰一科嘅科目你係好中意嘅，係一科感情主導啦，或者係你自己好有興趣嘅一個科目，即係你會好中意嘅一個嘅科目嚟嘅。咁你可以諗一諗。但係 MU 個科呢，就讀到你懷疑人生咯，即係好似一個水泡科咁樣，但係就自己又唔係咁中意啦，覺得自己唔係咁中意啦，又覺得自己冇乜發圍啦，唔適合自己啦。但係其實可能到最後反而 MU 嗰份工係對你嘅未來會更加有幫助咯。咁但係我覺得兩邊呢都適合你嘅，只不過係睇你自己想做一個有挑戰性啲嘅難關啦，抑或是做一個挑戰得嚟係快樂嘅難關咯。呢個去恒大嘅話，你嘅挑戰會比較現實層面啲，有冇人去支持支援你做呢一件事情？但係喺 MU 嘅話，個挑戰就係即使你面對一份唔中意嘅內容都好啦，你都有把握去讀得好，而且係去聯繫到一份好嘅工作咯。咁我覺得兩個選擇都不過不失，都冇問題嘅。但係如果我睇到你嘅感覺、你嘅心情，你就會更加傾向讀恒生大學入面嘅科目啦，可能以人為本啦，同人聯繫啦，或者好注重個人感受啦，注重觀感嘅一個嘅工作，一個嘅科目嚟嘅。好，下一條，呢份新嘅工作會唔會過到試用期呢？哇，寶劍七喎。呢個等我開多張先。佢會一直呃你。我有冇用過呃字。寶劍七啦，跟住仲有錢幣騎士嘅逆位置啦。我覺得佢會一直以試用期為理由，去令到你用一個比較低嘅受薪嘅資格去繼續去做，為佢哋做呢份工作咯。即係佢如果一日唔正式聘用你，一日覺得你未試用期嘅，佢就好似喺度點解語言藝術地喺度欺騙緊你，繼續以一個低薪酬嘅方式去繼續做呢份工作。咁佢就唔需要去
俾翻一個正常嘅回報或者一個薪酬一個待遇俾你啦。咁我好尷尬啊！呢個位我唔知你中唔中意呢份工作啦，但係如果佢真係用一個咁樣嘅方式去處理你嘅工作待遇嘅話，我唔覺得呢份工作你需要繼續落去喎。死神牌逆位置，我係咪死神牌？sorry 啊，係個 death 死神牌逆位置。我唔覺得呢份工作你需要繼續落去啊。如果你依家真係已經睇到個危險性嘅話呢，我勸你早啲走啦。即係唔好理個試用期啦，即係有藉口，或者可能即係佢問你過唔過試用期嘅時候，佢就可能覺得佢可能會同人講，我覺得你都未有資格，或者可能仲爭啲位未過到試用期啦，你要再試下用翻依家試用期嘅待遇去繼續做住先，再進步住先。我會覺得佢用一啲咁樣嘅藉口去説服你繼續為佢哋做嘢咯。咁你都可以視佢為一個係咪叫黑心企業啊？所以我覺得我自己勸你會快啲離開呢度會比較好咯，好冇啊？希望祝你好運啦！好，因為呢排咧得翻2張咋，所以咧我要再洗啦。好，下一條感情指引曖昧中嘅對象，好多謝你咁問問題啊！非常好，繼續曖昧落去，呢個對象好適合你，大家兩情相悅，係可以好好地發展落去嘅關係嚟嘅，所以唔使擔心，繼續曖昧多啲時間，跟住揾個機會去表白嘅話，呢件事情係可以成真，可以成為事實，成為一對好嘅情侶嘅。冇錯，你哋價值觀都好夾啊，所以冇問題啊！祝福你哋啊！好，下一條同男朋友仲行唔行到落去，咁就可能遇到啲問題啦，跟住就問行唔行到落去啦。暫時睇就行唔到嘅，大家對將來嘅睇法啦，或者某啲事情嘅共識啦、處事方式啦，都唔係好一致，所以令到你有好多嘅拗撬，而冇辦法感覺行唔到落去啊。同埋前輩10嘅逆位置，對未來嘅憧憬啦，對未來嘅想法啦，都好唔一致啊。我感覺你哋都唔係好適合繼續行落去。如果真係想行落去嘅，都有好多嘢要去處理咯，而且係一啲累積咗好耐嘅事情，會一次過爆出嚟要處理嘅話，咁但係大家又好似唔係好想處理呢啲舊事情嘅話，就會令到浮喺台面上面嘅就係大家嘅決定，大家嘅方向都會變得唔同。咁不如就用呢個嘅藉口去分開，我覺得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好，下一條，點解我好似越嚟越嫌棄我男朋友咁？可以點改翻？你嫌棄佢嘅感受係出於啲咩原因啊？呢張係魔術師1號嘅牌咧，你嫌棄佢，覺得佢實現唔到你想要嘅嘢，係咪啊？哇！你有陣時可能對佢有太多嘅不切實際或者唔合理嘅要求，希望佢去進步、去成長到某個位置，去付出得到，或者為呢段關係去諗到某一個嘅地步咯。但係對方真係唔係你嘅神燈或者玩具喎，佢有時有啲嘢處理唔到嘅，咁你不如幫手一齊去處理咯，唔係淨係依賴咗佢，要做到一個完美嘅角色，跟住先至覺得呢段關係可以繼續落去。咁但係關係就雙方嘅好多嘢都係大家互相扶持。你覺得佢做唔好嘅部分嘅，你咪自己都嘗試下去填補翻呢個位，睇下段關係可唔可以再順利翻啲咯。唔係一個人一定要負某一個嘅責任，呢啲咁刻板嘅印象就可能唔係好適合你繼續保持呢個咁樣嘅信念喺呢段關係入面咯。同埋就你有時太理智啦，唔係好顧人哋嘅感受啊，所以你太多批判嘅層面或者一啲好點列嘅方式去數你嘅另一半嘅話，你有時睇唔到佢有啲感情上面、情緒上面嘅付出，又冇去安慰、去意識到嗰啲嘅位置嘅話，其實個關係係會失去咗某啲嘅平衡。咁所以如果你覺得睇唔順眼嘅，我覺得有陣時都你其實嗰種睇唔順眼都係反射翻去你自己身上面，你都覺得自己好
個心好點樣啊？好煩躁啊！覺得點解啲事情冇辦法快啲解決到啊？明明好似好簡單嘅，應該好快去做好處理好，但係佢又唔處理，跟住你又覺得唔想自己去處理，覺得應該係要佢處理，咁個責任好似拋嚟拋去咁樣。其實可能好簡單，定係佢唔處理，咁你咪幫手處理咗佢。然後你覺得佢應該都要學識嘅，咁你咪去分享翻你嘅做法俾佢知，等佢知道原來呢件事下次係可以咁樣處理嘅。大家有翻個共識喺上面嘅話，你又在乎佢嘅感受，又可以處理到問題，咁成個關係咪好似好順利可以解決得到，係咪咁啊？好，下一條，感覺同 BF 關係變咗，想問可以點改善定會好難？同男朋友嘅關係改變咗啦，究竟係好事定唔好事，或者有冇需要去更改呢？所謂嘅改變咗，我覺得係咪多咗各自嘅私人時間同埋空間去做自己想做嘅嘢？聖杯9嘅逆位置呢，其實係忽略咗一啲嘅個人嘅感受。呢個兩睇啦，你哋可能最近係多咗私人時間，亦還是覺得一齊太多啦，即係兩個人黐埋一齊太多，冇咗個人嘅時間呢。咁無論點都好啦，都呢張牌係提醒翻大家要有各自嘅空間去做翻自己想做嘅嘢，避免過度係生活只係以對方為重心同埋着想，冇咗自己想要嘅本來嘅生活咯。咁關係變咗，我覺得變呢樣嘢本身係冇分好同壞嘅，只係你哋適唔適應，然後適應個結果係好定係壞嘅啫。咁似乎你係有啲唔係好適應依家嘅狀態嘅話，咁你了解到原來改變只不過係大家想有一個更加好嘅磨合同埋相處方式，去呢個方向諗嘅話，你就覺得呢個改變你適應到，咁佢就係一個好嘅結果，咁就唔需要話因為一個好嘅結果而刻意去改變翻啲咩，或者翻去以前舊時嗰個相處嘅狀態咯。咁所以再開多張先。呢件事情呢，如果你覺得改變呢，唔係淨係你改變，對方都會感受到一個改變嘅位置嘅，只係大家都要去摸索緊，究竟呢個改變嘅狀態係想到呢段關係去一個點樣嘅未來呢？大家都可以去決定呢段關係究竟係點啊？咁唔係一個大嘅苦惱或者負面嘅突發事情發生，而係好自然地走到呢一步，跟住大家都會去思考，想開始去諗究竟個關係大家雙方係希望點樣咯，就唔係淨係你單方面諗，而係大家兩個一齊去諗咯。聖杯9逆位置啦，12號吊人啦，同埋10號命運之輪嘅逆位置嚟嘅。咁啱係去到呢個位要去咁樣諗嘅啫。我唔覺得你哋關係有變差，跟住又搞到要分手啊，嗰啲 good 嗰啲好狗血嘅情節，所以放心，慢慢大家去摸索翻個新嘅相處關係就可以。好，下一條 Peter 仲愛唔愛我潘？好直接啊，係唔愛㗎，唔好意思啊。錢幣9嘅逆位置。佢同你一齊有時會冇咗自己，太過奉獻咗喺呢段關係，所以其實佢比起佢其實都愛你嘅，但係比起你，佢更加想重視咗自己先咯。咁就可能你哋曾經係咪一齊過，但係分開咗啊？星星牌逆位置啦，佢有想復合嘅心嘅，但係又覺得唔係一個好嘅復合嘅對象，所以佢都權杖嘅女王牌逆位置啦，佢覺得喺呢段關係得唔到佢想要嘅嘢，所以其實佢唔會再繼續喺呢段關係入面咯。咁我唔知你哋係咪依家喺一段關係入面咯，定係點啊？但係我覺得佢係選擇咗去退讓咯，即係捨身其全、捨身求全定乜嘢？有個咁嘅四字詞。我覺得佢都係選擇想更加去愛佢自己先，即係學識咗愛自己呢件事情，佢先至有能力去愛其他人。我感覺會係咁咯。好，下一條，老細對我嘅印象姨，即係你係阿姨係咪？係你係話姨姨，跟住老細對你嘅印象。寶劍5嘅逆位置呢，係一個好重視團隊啦，亦都會好互相重視團隊嘅意見啦，大家一齊去處理解決，而唔係自己一個人獨自去承擔一個責任或者去領功邀功嘅嗰啲人，所以都係一個幾 team spirit 啦，幾注重團隊合作啦，係大部分老細都會中意嘅人選嚟嘅。咁至於你有冇能力都好啦，但係佢見到一個團隊係可以咁樣運作嘅話，其實都唔會好擔心。同埋佢不過咧 Hero 份5啦，逆位置啦，有時覺得你諗嘢有啲太破格啦。
不其然地講咗出嚟，而希望個團隊可能有啲新嘅啟發咁咯。但係其實可能老細唔係好 buy 呢一方面嘅嘢，佢覺得循規蹈矩地去遵守某啲規則，或者跟住個指示咁樣去做咧，佢會比較中意呢一類型咯。咁所以兩睇啦。如果你覺得喺呢個咁樣嘅環境之下去做嘢係覺得辛苦嘅，咁當然就建議你去換一個嘅工作咯。但係你覺得原來老細係咁樣諗嘅，咁我照咁樣做又冇所謂嘅，咁就 OK 咯，即係冇所謂，大家互相係夾到遷就到就可以。但係就相對要注意翻一啲自己一啲破格嘅諗法，唔好隨意喺公司度跑出嚟啦。好，下一條 MAN 對我嘅睇法。呢張係世界牌喎，正位置喎，係 partner 定係工作上面嘅人呢？如果係 partner 嘅話呢，好對唔住講一句，可能你哋要分手啦。就世界牌真係最後終結嘅一張牌啦。至於呢個分手對你或者對呢段關係嚟講係好定唔好呢，就好睇你哋自己最後嘅共識係乜嘢啦。但係如果你純粹係公司老闆嘅，咁就對你冇期望冇希望啦，各自食自己咁樣嘅感覺。睇嚟係感情上面嘅關係啊，因為有寶劍七，寶劍七係一張關於說謊謊言嘅牌嚟嘅。所以佢對你嘅睇法係覺得你對呢段關係唔夠忠誠，有陣時好多嘢隱瞞咗冇去同對方分享，而導致某啲誤會或者某啲大家都唔想嘅決定同結果發生嘅時候，就會喺呢啲位俾佢找住咗去數你嘅不是咯。哇！我唔再話落去啦，呢件事情。寶劍三嚟嘅，我諗你自己心中有數啦。所以佢對你嘅睇法就第一啦，符合我睇唔到可能噶啦。第二就係呢段關係都幾傷心啊，可能大家都需要啲時間去療傷去處理。咁所以我自己就會比較建議係啦，揾個新嘅對象揾嗰個新嘅人嘅時候，舊嘅事情就會慢慢可以丟淡同埋消化好啦。咁呢張係聖杯七嘅牌啦，就都唔建議去復合啦，都唔好去猶豫啦，唔容易解決啦。你哋之間曾經嘅問題，可能即係如果係分開咗嘅，就由佢分開咗啦，跟住揾一個新嘅開始，反而會對你對大家都會比較適合。好，下一條想問3月份之內會唔會揾到新嘅工作？揾唔到喎，都睇唔啱喎，有啲工作。逆位嘅寶劍一，話你都冇乜工作嘅意向喎。寶劍侍者逆位置喎，有好多工作睇唔上眼啦，跟住亦都冇乜嗰個衝勁想去工作呢件事情啦，所以都唔容易去揾到工作嘅。我全部都係寶劍牌喎，寶劍八啦，就係困住自己睇唔到出面嘅嘢啦。我直覺啦，我感覺啦，雖然3張都係關於寶劍嘅牌啦，我覺得你係有一啲心水想做嘅嘢嘅，但係好似遲遲都等唔到佢嘅 offer 嚟，或者等唔到嗰個機會嚟，然後就會開始去懷疑質疑自己其實係咪冇能力呢？但係其實你只不過係一個等緊一個你更加想要嘅答案啫嘛。而喺呢個嘅等待過程，你睇唔到嗰個結果或者好迷茫嘅話，你就會去懷疑翻自己係咪唔適合呢？即係有好多負面嘅諗法不停去浮出嚟，但係呢啲其實都係諗法嚟嘅啫，你自己要學識唔好俾佢去影響，察覺到呢啲諗法只不過係因為對想要嗰件事情嘅結果覺得不安先至產生嘅呢堆嘅諗法，所以你停咗佢 stop 咗佢，唔好俾佢付諸喺現實嘅行動，就唔會阻礙你揾工噶啦。暫時未見到有新工作嘅機會啊，所以可能都要再等一等。錢幣一嘅逆位置係再等一等，依家3月份都唔係一個好嘅時機，專注喺你依家平衡生活上面可以做到嘅嘢先咯，唔使急住。你需要嘅嗰份工作仲未嚟到，可以等一等。好，最後一條啦，3月份嘅運勢。問得好啊，今日係2月28號啦。3月份嚟講咧，對你係一個比較舒服嘅一個月份啦。咁就寶劍4啦，可以攤攤條條安穩穩地，唔使煩太多嘢。總之輕輕鬆鬆，每日可能返工放工煲劇，食自己中意嘅嘢，咁樣去過咗呢個月，亦都唔使刻意去主導一啲新嘅計劃，或者做新啲嘢，或者覺得要去進修，或者覺得有啲不安，有啲咩情感問題要處理，呢啲通通都冇，真係好開心吃喝玩樂嘅一個月份嚟嘅。咁所以好好把握呢個機會，好好地去休息啦。好，咁今個禮拜嘅
免費塔羅就全部覆晒啦。我多謝大家一直嘅支持啦，都好感謝大家願意聽我去講咁多嘅説話。有陣時我自己講嘢都講到有啲語無倫次，有啲窒嘅。咁同時啦，一路不停同人解牌，咁多年嚟同人解牌都好啦。我自己都有一個原則，就係有啲嘢就算我發現到我知道嘅話，我都唔會刻意地去講到太清太楚。即係大家最近有冇睇嗰個天機試練場，咪有一位嘅通靈師嘅一位巫師嘅風格係講嘢好直接，即係有事實就講事實講出嚟。但係你相對地你會見到其他有啲巫師係有保留，佢哋都知道有啲命運就算講咗出嚟，當事人都未必會願意去聽或者去改變嘅話，所以其實保留有某啲嘅餘地俾翻當事人自己去察覺，其實係俾緊機會佢去一個成長嘅空間咯。咁所以有陣時你聽我講嘢都可能我講得都比較保守啊，我自己覺得有陣時我見到有啲只要嗰個結果唔係一個好差或者即刻有嚴重性嘅結果，我都唔會好強調地同你講呢段關係唔好啦，呢個人唔好諗啦，即刻分開。呢啲事情我好先會講，我通常都會保留翻一啲餘地，就係可能有啲位改進下，呢段關係就會有改善，或者可能做啲咩唔做啲乜嘢，或者可能要拆過啲乜嘢，我好多時候都係交翻個課題同埋交翻個責任去嚟你自己身上。所以其實我作為一個塔羅師去解牌啦，其實我主要嘅責任係領導翻大家去思考翻自己個問題個根源同埋個解決方法，要你哋自己去揾翻出嚟咯。有時相同嘅問題嘅，你每個禮拜問我都好啦。其實有時你自己都會發現好多牌抽出嚟，嚟嚟去去都係嗰個結果，只係你自己到底化唔化呢？自己願唔願意接受呢個結果，然後去做一個唔同嘅決定，從而嗰一刻開始去改變翻你自己嘅人生呢。咁呢啲嘢就全部去交翻俾你哋嘅。咁唔知大家中唔中意咁樣又文字又影片嘅回覆啦？咁有時睇反應，可能因為嗰個月份大家忙，或者可能有啲咩事啦。突然之間今個禮拜問 YouTube video 嘅問題都多翻好多，因為上幾次做呢嗰啲問題其實都唔多嘅。我諗大家我以為大家係有保留，唔想將啲嘢放上台面講，所以先至會揀可能文字回覆比較。因為其實文字回覆嘅題目都 keep 住係嗰個數量嚟嘅，但係相反就 YouTube 嘅影片回覆今個禮拜就特別多咗少少啦。咁如果幫到大家，或者大家更加傾向係呢個做法嘅話呢，咁就歡迎去留言話翻俾我知啦。等我知道大家嘅諗法係點樣，我先至可以慢慢去吞翻究竟我要做嘅嘢同埋方向去邊啦。咁就今個禮拜真係好多謝大家嘅支持啦，希望下次仲可以繼續為你哋服務啦，下次見。